容祖兒出道26年，仍持續發歌、開唱，穩坐香港樂壇天后寶座。等我哋回顧 YouTube Music、Bilibili Music、抖音、小紅書、微信視頻號點讚及播放率最高的10位作品。YouTube Music 榜單根據容祖兒及英皇娛樂熱門影片搜尋，第10位，世上只有係容祖兒2004年發行的粵語金曲，呢首歌成為全香港母親節必唱歌之一。謝謝你的看顧與歷年來的愛護，年月漫漫多艱苦，我再重日不肯拋低我不顧，從不會立下私心，怕會給辜負。Oh, I love you, yes I love you, I always do。第9位，容祖兒2001年專輯隆重登場中的粵語代表作，歌詞以少女暗戀視角切入，把想靠近又怕打擾的矛盾寫成一連串拍。在眼前，為何還沒有吵架，便怕與你開戰，每日面臨你考驗，頭一次顧慮我沒動人條件，懷疑全是我問題，沒發現，明知單戀驚險，但我還未缺欠，過錯戀膚淺，怎麼我會興奮狂熱，但卻又什麼都欠。第8位，這麼近那麼遠，翻唱20年前的張學友作品重新演繹，賦予其新的生命力，成為他情歌代表作之一。我留着你在身邊，心仍然很遠，我想伸手拉近點，竟捉不到那邊，就欠一點點。第7位，16號愛人是容祖兒2004年粵語代表作，提前20年把量化愛情、雲端備胎、自我讓渡寫進歌詞，現在聽不是復古，是預言。我以前是冠軍，怎會慣做後備愛人？曾經也上過冠軍，現在分愛深深不忿。你那熱唇，他吻我又吻，當你變了這樣隨便，誰個又要問？第6位，連續劇是《Uncle 36小時》主題曲，於劇集播出後深受歡迎。第5位，女王是容祖兒2015年為 TVB 古裝劇《武媚娘傳奇》獻唱的主題曲，歌曲以武則天第一人稱自白，寫盡從收結才人到孤獨女王的甜謀與情感。第4位係續集，是2013年推出，為電視劇集續作《Uncle 36小時2》的主題曲。多一步續集用來如願，命運或能完全改變。然而現況是各自各一邊，但願有天會真的跟你見識暗戀，熱戀多一遍。來到這天，遺憾橋段可變。第3位，心淡係容祖兒2003年專輯《我的驕傲》中的粵語代表作，呢首歌已經喺各大演唱會成為萬人大合唱之一。長大平靜的對你熱度退減，一天一點傷心過這100數十萬，大概也夠我送我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。春天分手，秋天會習慣，苦衝開了變淡。
第二位花仙樹係一首充滿哲理與情感深度的粵語流行曲，借花與森林的意象，探討愛情中的選擇與遺憾，是容祖兒情歌代表作之一。害怕今天挑選這人，轉惡有個魔棍，送贈更動魄的熱吻。你為何沒有等？一早已被困。第一位心之科學歌曲推出後反響熱烈，榮獲2018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、叱咤樂壇至尊歌曲大獎等多個獎項，並被多位歌手翻唱。Bilibili Music 榜單第10位搜神記，混剪多個唔同版本演唱會視頻。無論你幾高，身價亦低過蒸發瓷器。平衡我自己，只顧投資於愛情，困在微小宇宙損失對大世界的好奇。回味誰是你，往日有什麼品味？只要敢遠飛，亦能自創我的搜神記，磨練我自己，做人目光高過聚散分離。就憑你，說愛大不了提升演技，當做戲。